大明风华中，士兵用刀枪指着张太皇太后这一幕究竟有多离谱？离谱程度怕是仅次于马皇后被押上宫殿。这位张太皇太后堪称大明王朝的传奇女性。要知道，大明16帝，她见过7位帝君：洪武大帝朱元璋、建文朱允文、永乐朱棣、洪熙朱高炽、宣德朱瞻基、正统朱祁镇，历经6朝，从世子妃、太子妃、皇后、皇太后到太皇太后，一个集齐了古代所有女子至尊尊位的女人，稳稳地站在了封建时代女性所能达到的最高巅峰。你借石亨100个胆子，他也绝不敢对张太皇太后有丝毫的冒犯。石亨要是真敢动张太皇太后，襄王朱瞻善就能立刻以清君侧，以太皇太后的名义起兵，那场面妥妥的靖难之役2.0上演。或许有人会质疑张太皇太后在朝野的威望真能做到一呼百应吗？毫不夸张地说，朱祁镇怕是连学建文帝出家的机会都不会有。这要是坐实了威胁太皇太后的罪名，动手的那几个士兵连带幕后指使，他们的9族一个都甭想跑。